Hello，我係身份意識重塑 YY。我發現好多人其實唔係冇知識喎，相反有啲人會睇好多書，學好多唔同嘅方法，甚至乎已經好清楚自己嘅問題，但人生嘅模式呢，仍然會不停咁樣去重複。例如明知應該放低一段唔適合嘅關係，但仍然反覆受傷；明知應該要好好休息，但一停低又開始感到焦慮；明知要好好學習理財，但情緒一到呢，就亂咁使錢。所以問題其實唔係你唔明，而係大腦仍然用緊一個舊身份去運作。真正控制選擇嘅，從來唔係你知道有幾多道理，而係一個人長期建立出嚟嘅自動反應系統。當一個人從小到大習慣透過一啲焦慮先可以生存到，透過努力咁樣去證明自己嘅價值，透過討好人哋去維持關係，即使後來知道有更加多嘅道理，大腦都會自然回到去一個熟悉嘅模式。因為對潛意識嚟講，熟悉比起改變更加安全。所以好多人會誤會咗自己，係咪我唔夠自律？係唔係我唔夠好？係咪我意志太薄弱？但實際上好多時只係舊身份仍然未改變。所以我依家做嘅內容唔單止係單純講道理，而係希望幫一個人開始見到自己到底一直用緊邊一套身份系統去生活。因為真正改變人生嘅，從來唔係突然你學識咗更加多嘅嘢，而係你開始用另一種身份去作出每一個決定。如果你都發現自己長期重複同一種人生嘅模式，或者開始進入咗一種空白、迷失、卡住嘅狀態，可以進一步進行身份覺察。我會陪你重新整理你依家到底淨係用緊邊一種身份去生活。可以預約身份覺察諮詢，DM 我身份。